昨晚几点睡的？哼，几点？我压根就没睡。哎，有热闹看，拿着。哎，你们在看什么呢？听说刚来了俩转校生，一男一女，正在里边跟主任谈话呢。听说长得都不错，等会儿出来你看看。人家俩是一块儿转来的，搞不好是一对儿。不知道是哪个年级的，会不会分到咱们班啊？哎，路，你看看有美女。有什么好看的？我手都要断了，快走吧！我还没看到呢。快走吧！哎呀，走了！不寒露，你高一1年，整天自己坐在角落里，也没个同桌。趁着这次新学期调整座位，要不要给你安排个同桌啊？不了吧，我觉得自己待在这儿挺好的。算了算了，多此一问。韩露，这学期我能不能跟你坐一块儿啊？我早就想跟你坐一块儿了。唉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初中开始就坐在这个风水宝地了，一个人坐宽敞。你呀，就是仗着你学习好，老师随便你坐在犄角旮旯。大家好啊！新学期，我看这新生面貌都不错啊。看来暑假玩的都挺开心啊！我等着各科老师检查你们的暑假作业，到时候你们得可继续给我咧着大牙笑啊！行，不吓唬你们了，跟你们说个正经事儿。这学期呢，我们班将转来一位新同学啊！好，安静啊！这新同学啊，还在教务处报到呢啊，上课之前就会过来。那个，环路啊，我看咱们班也就你旁边座位是空着的，等一会儿新同学过来了，就让他坐那儿，没问题吧？啊，行，那个我还有事儿啊，那个第一节课英语课，你们把课本都准备好啊，收拾，快！好。哎，大家赶快啊！不然一会儿我迟到了。我刚刚路过教务处的时候，听说转来的是一对俊男靓女。你猜你的同桌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的还是女的我都不想要，早知道还不如刚刚让你坐这儿。他们干嘛呀？这干嘛呢？他们几个非说要搞一个欢迎仪式，你们都配合一下吧啊！快！欢迎仪式，哎，好呀！哎，你先来，我来。无聊。哎，没事了。可以。来，人来了！来，小心点啊！韩露，快躲起来！太无聊了吧？躲起来！脚步轻轻，呼吸也轻轻，小心别把春天给吵醒。猜一颗心和另一颗心，因为什么而互相吸引 ？Oh no， 我差点忘了，在平行的世界，也许我和你早就相遇。Maybe 再靠近一点，我在这等着你，捧着鲜花欣喜出现。你好啊，新同桌。Oh baby, oh baby, I'm still waiting。这首歌只给你听。Oh baby, oh baby， 请感受这音，我们第一次靠近。Oh baby, oh baby, I'm still waiting。这首歌只给你听。Oh baby, oh baby， 请感受这音，我们第一次靠近，我们第一次靠近。
你这鞋真不是我给你弄脏的，凭什么叫我们俩给你擦？哟，你还敢骂骂咧咧的？来，你看啊，你这鞋真的是刮了，我们擦也擦不干净，要不我们给你赔钱得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缺你那俩钱，今天要么把我的鞋给我擦干净了，要么你俩以后跟我混，管我叫哥。不行！如果要是于哥在这儿的话，你还敢这样吗？于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要是不回来，你还真想当他俩的哥啊？没有，我们闹着玩呢。你也得有那个本事。走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没骗你们。先揍一顿再说。你不说不回来了吗？突然又回来了，摔了！哎呀，时间长没跟你们这几个傻子玩了，偶尔被打一顿还挺舒坦的。舒坦什么舒坦？还不赶紧交代，为什么突然转回来了？我姐病情刚好，她就嚷嚷着要回来，我爸妈拿她没办法，就把她给转回来了。她都回来了，我还在那干嘛呀？我去不就陪她的吗？哎，于哥，你说你回来就回来呗，回我们班啊？你去汉洛班算咋回事？不要我们了啊！我这个成绩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爸妈担心我啥也考不上，就让我到高2转班再念1年。你那不叫转到高2，你那叫留级。震惊！高3学长留级高2，一朝之间跌落神坛，沦为小学弟。我们班同学都看傻了。而且啊，今天夏苗收他作业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收高3的还是收高2的。然后我跟他说：“你别纠结了，反正你说哪个呢，他都没写。”于哥，那个以后就是你的同班同学了，我教着你。我看你怎么照我，来，让我看你怎么照我啊！别跑，哎，你别跑，哎，对了，于哥，不是说是1男1女2个转校生吗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你不会还帮沈晨带了个女生回来吧？而且我听说还挺漂亮的。不是吧，于哥？谁啊？我也不认识，连名字都没记住。他转去哪个班了？跟高3、3班那个段池一起走的，他们俩好像是认识。段池，就是那个挺能装的学生会长。不会是专门为了段池转来的吧？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。那个段池啊，之前于哥不就想干的？你怎么也能做这事？差点意思。说什么？你能回来，我很开心。行了，聊点正事儿。全国高中生天文竞赛报名表，我在省城1中门口拿的，我还以为是小广告呢，差点给扔了。我可谢谢你没给扔了。咱们这种小地方压根儿不重视这种竞赛，但是拿冠军的队伍可以获得1台专业的天文望远镜，刚好补了天文台的空缺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试试？试试就试试啊，咱们有你怕什么？好。从今天开始，本社长正式回归。天文社钥匙交出来吧。社长已经换人喽。谁呀，这么大胆啊？我篡位了，怎么的？那交给你先代理几天吧。谁呀？进。嗨，你们很熟？一起转来的，不熟。
你好，我是段池，旁边这位是冯俏俏。有事说事儿。听说天文社打算报名参加全国中学生天文竞赛，我们也有兴趣，就通过老师那边一起报名参加了。我转学之前也是天文社的，关注这次竞赛很久了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等等，我们还没同意你们入社呢。啊。你们还是单独组队吧。可这次学校只有1队参赛名额。我打听过了，天文社除了大名鼎鼎的卜寒露，其他人都是滥竽充数。你不接受我俩，是打算靠自己和全国高中生拼吗？你瞧不起谁呢？比赛如果不是为了赢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你说呢，卜寒露？口说无凭，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。第一题，星际物质的总质量只占银河系可见物质的5%，平均密度为每立方厘米多少个氢原子？第二题，天狼星和它附近的一颗暗星组成一对什么？天狼星伴星是一颗什么？第三题，1000颗8等星聚集在一起的星斗，最接近哪个数字？他们俩真会啊，哪有东西啊？最后一题，鲸鱼座的天体坐标是多少？全答完了，你检查一下。我已经检查过了。欢迎你们加入天文竞赛小组，期待和你一起赢。用你的方法虽然很快，但是有出错的风险。在比赛当中，我还是认为准确率更重要。那假如用我的办法能解2倍的题，就算存在出错的风险，那也比别的组多得分，不是吗？这次比赛的规则，不就是用多得分来排名吗？嗯，我同意用你的方法。好久没有和人这么辩论过了，有种棋逢对手的感觉。
我也是。同学们总传我是为了断池转学来的，以为我和他是一对儿。看你们俩这样，我估计画风马上就要转向喽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不进来？你们聊你们的，我透透气。你总算来了，我都等你半天了。你是没看到他俩聊得有多起劲儿？我一个人在旁边跟个电灯泡似的。那你们接着聊吧，我先走了。等会儿，我跟你一起出去透个气儿。没事儿，你真不用管我，你们讨论你们的。跟段师吵得我头昏脑胀的，出来透口气。明天就要比赛了，是不是紧张？你说你们要是比个什么唱歌，比个运动类的，我们几个兴许还能帮上点忙。人家段痴说的也没错，要不是有他们俩，你还真得一个人比。我们是什么都帮不上。谁说你帮不上忙的？你有帮到我。我帮你打饭，帮你买水，就这些呗。你不一样，你是我的同盟者。以前我都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但这次有你在我旁边，就算你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做，我都觉得特别踏实。就算有时候有点紧张，但一看到你，心里就放松了不少。你说的对，我是你的同盟者，所以你就放宽心，我们一定能赢。一定要把天文望远镜赢回来。做了正方，这一题明显就是反方更好辩啊！谁说不是？宇宙这么大，凭什么说人类是最高级的文明？放心，刘洋嘴皮子溜，以前参加过辩论赛，更何况小鹿也在呢。只要赢了这把，咱们就是冠军。辩论正式开始，请正方一辩发言。我方认为，人类目前是宇宙中最高级的文明。众所周知，诞生一个新的生命，首要条件就是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宇宙大环境。
在你心里，鲸鱼座体型的生命远比人类更强大。这场辩论要怎么样才能打赢呢？综上，我认为，宇宙中即使存在像地球这样的智慧文明星球，其早期生命诞生的时间可能跟地球生命诞生的时间差不多。不是，这自由辩论的时间都快到了，怎么感觉段池都快被对方带跑偏了呀？刘洋也是，就在那儿狡辩，说什么只要没发现外星人，地球人就是最高级的文明。我都看见刚才对面那耳边偷笑了。自由辩论结束，请双方4辩进行总结陈词。红莲火不灭，少年志不绝，战胜星辰，保护世界。刚才对方辩手提到可能会存在比人类更高维度的文明，人类看起来可能就像这样一张纸，单薄，不堪一击。但是正因渺小，我们有历经挫折、不断突破的能力，这样的我们，在任何文明面前都不会轻易倒下。正方4辩，你的发言是承认了对方的论点吗？我想说的是，文明的高级与否，并不取决于武力、技术。我们幸运地拥有这个宇宙之间最宝贵的东西，那种令我们在什么样的对手面前都绝不服输、永不言弃的东西，叫做信念。辩论允许假设，但不能成为你的立论。这是你们组最后的发言机会，我允许你整理好思路，重新发言。这不是假设，这是事实。你们不记得，不代表它不存在。同学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就是我最后的真词。哥，来了，来7瓶汽水。好嘞，钱放这儿了。给。哎，谢谢哥。咋了这是？别闹别扭啊！啊。对不起啊。让你们费了那么多精力，却只拿了第2名。什么叫只拿了第2啊？我们可是全国第2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全国高中生里第2厉害的人。我还没这么厉害过呢。可是第2名也是输了。啊，输了就输了。哎，我比赛输了。怎么了？输了？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第1名。除非你比赛的时候故意偷懒了。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无论输还是赢，我们几个都陪着你。如果没有你们陪着我一起输，我可能比现在还要难过10000倍。可是没有人能一直赢啊！干个杯吧，二哥。宇哥，哎，谁？来，拿饮料。谢谢宇哥。那。啊，做得不错。这次你们代表8中去参加全国的天文竞赛，虽然是得了第2名，但也是你们辛苦努力的结果。把腰杆都挺起来，别垂头丧气的。
看到你们为天文社付出了这么多努力，我也深刻地反省了当初卖掉天文望远镜的决定。那会儿只考虑到有些同学读书难的问题，却没有考虑到天文望远镜对你们来说也同样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代表2位老师跟你们说一声抱歉。老师您太客气了，我们早就原谅你了。天文望远镜是学校欠你们天文社的。最近呢，我也跟教育局申请了一笔拨款，我们学校呢自己也添了一部分，希望能够补偿你们。您的意思是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哇！谢谢老师。这是我们梦的起点，但我们的终点远不止于此。我们的未来还有无限可能。挂正一点啊！你看位置，可以吗？摆正一点，这样子现在呢？可以差不多。往那儿走，往那儿行，那边哈，好。哎呦，于哥，对不起，我一个没扶稳，没事吧？啥呀？你吓死我了！怎么回事啊你？最近总是心不在焉的，是不是昨天晚上偷偷去刷副本了？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感情问题。什么感情问题？感情如实招来。行。就是我有个朋友吧，他就你自己，还什么朋友？不是，你朋友都在这儿了，你还哪有朋友了？哎呀，行，就是我自己。我西安县，但是最近我发现他好像故意躲着我似的，我不想磨磨唧唧了，我想直接追他。你们要有啥招，快跟我闹啊！我早就看出来你对线线图谋不轨了。叫图谋不轨？你问的正是时候啊！想，马上就是中秋了啊，你就趁着这个中秋晚会，那个小氛围那么一造，成功率不蹭蹭往上涨？哎，行啊！哎，那你快跟我讲讲，怎么样造这个小氛围啊？怎么，你俩也要行动啊？你冲谁啊？媛儿姐呗，早就看出来了。那于哥你呢？你冲谁？别管，别问。好，我问。不是沉香，演出都开始了，你到底叫我出来干什么呀？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就是，磨叽死了！你不说我走啦？哎，等等。线线，
这是你第3次躲开我了，你实话说吧，你是不是讨厌我啊？我没有。那既然你不讨厌我，那你在意我吗？这样，我们听一首歌。这首歌结束的时候，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吗？这方大户搞什么东西？人呢？好漂亮啊！这是你自己做的啊？我找附近的蛋糕店借他们后厨做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你做的我都喜欢。我也喜欢，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就是看到你喜欢吃我做的东西，会特别开心。可是我看哈鲁和倩倩吃了你做的东西，你也很开心啊。这不一样的。哪里不一样？做东西给你吃的时候，我会在脑子里边想，你拿到东西后是什么表情，很期待，但是也怕自己没做好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可是经常吃你做的东西，嘴巴会变刁。我现在吃外面那些饼干店做的东西，都已经吃不惯了。那我以后一直做给你吃。这是你说的。完了，我想陪着你，不管你是什么样，我都想陪着。你喜欢星星，我也喜欢。你想当飞行员，我就陪你一起锻炼。你相信你的姐姐在外星，我也愿意陪你相信。滚！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也行，你就留在这儿。
他是顶楼天台上一阵凛冽的风，猝不及防，吹进了我的心扉。他随风而动的长发，扰乱了少年。写的什么玩意儿？我打死！再见，不寒冷。不知疲惫，用爱的火种静静地燃烧自己，闪烁的光，炙热的爱，为的是托起明天太阳的希望。下面请欣赏舞蹈，表演者是高二一班的刘子英、王鑫。宇哥，准备的怎么样？准备好了。一会儿加油。杨儿，一会儿我表白那个人，我得跟你说一声。火寒路，是吧？看来你早就知道了。嗨，咱们几个天天在一块儿，谁还能不知道啊？也是，但是我追她的话，你心里不难受吗？我要是难受，我那天就不教你怎么追了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铁定是没戏了。那既然这样，干嘛不成全自己兄弟呢？是吧？谢了，兄弟。别哭啊！那芊芊姐给你化了半天的妆，一会儿你再给哭花了。我哭个屁！一会儿我表白成功了，你别哭就行。我哭个屁呀！我希望你能成功，真心的。好，也希望他们顺顺利利的。填完了，还给你。你要是不说的话，那我先说了。谢谢。我在意你好久了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自己也忘了。我怀疑就是刚认识那会儿，在公交车上，我一头撞在你膝盖上，把我自己头给撞晕了。从那之后，我一见到你我就半晕，我就迷糊。我知道。我可能没有你平时看的电视剧里的男主角那么的帅，但是我高啊，我还特别有劲儿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就揍他。
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，想送给一个人。主任刚刚确实有个同学过来通知，说您着急找我，我就把伴奏放好，我过去找您了。那伴奏我确定过，肯定不是现在这首。主任，哪个同学叫什么名字？我走下急没看清楚。反了他们还。主任，我错了。我回头我再收拾你。林千羽，停止你的表演，到后台控制室来。我再说一遍，林千羽，到后台控制室来。哎，林千羽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别打了！老师，你说信！哎，林千羽，你跑啊！你收拾！老师，你慢点！让开！林千羽，快跑！林千羽，快跑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老师，你别生气。快跑啊！让开！如果你能接受我的话，这次能别再躲开我的手了吗？